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这个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4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6.1亿余元。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部分案件被执行人包括安庆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城市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法院为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庆市鄞江区人民法院。天眼分析风险信息显示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4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52亿元。也就是碧桂园现在是越陷越深越救越深。再想一想万科对吧？现在房企可以说救了3年，还一年不如一年呢，一年比一年难。6月12号，中指研究院发布2025年1到5月全国法拍房挂牌量32.4万套，同比微降0.78%，成交6.48万套，总金额1017亿元，同比下降20%。成交集中于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稀缺豪宅，如上海老洋房、深圳鼎豪，因地段稀缺性受高净值买家追捧，溢价显著。北京作为典型城市，1到5月成交967套，金额58亿元，住宅占比超78%。朝阳、海淀等核心区清仓率超45%，成交折价率整体是75%，为市场提供数据参考。也就是连法拍房都卖不动了，总金额同比下降20%嘛，而且现在成交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而且还是核心地段豪宅。也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这个楼市现在已经冷到什么程度，房地产慢慢的已经变成有钱人的游戏。也为什么这么说咱们再看条新闻这个中国经营报它今天刊登一个报道，说上海一江景房源备案价刷新纪录，最高备案单价30.27万元，刷新纪录。上海双面看江豪宅未开先火，上海豪宅市场火爆，这是客户上车大户型最后的机会了，所以项目整体关注度比较高，特别是双面看江房源非常稀缺，总共只有10套，已经全部被认购，单价破纪录的那套房源也有意向客户在洽谈。6月10日，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叫九利锦庭也叫保利世博天瑞项目营销负责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保利世博天瑞正式成为近期上海市乃至全国房地产市场关注的焦点。今年6月，该项目加推第7批次房源，其中一套顶层房源单价30.27万元每平米，刷新上海市新房备案单价纪录，总价达到7290万元。此外，开盘1年多来，保利世博天瑞销售额已突破200亿元。中国经营报说这只是上海市豪宅市场火热的一个缩影。记者注意到，5月上海楼市诞生了绿城、朝明东方、上海1号院、康定119等多个现象级豪宅热盘，其中绿城、朝明东方所推房源开盘便售罄，上海1号院和康定119则在前期热销基础上继续加推。30多万一平米什么概念？我觉得在很多3线、4线城市对吧？你这个2平米就能在那儿买一套房。换种说法就是你3线、4线的房产一套房子你在那儿买个厕所都不够那厕所不可能是2平米那厕所5个平米那就得150万。所以你看现在豪宅继续热销，继续受到追捧。所以这个房地产熄火的一个标志就是它成为少数人的这个游戏了，有钱人的游戏。豪宅还在涨价，30万它不封顶备案价30万。我想这绝对不是最高价，以后肯定有项目能达到50万一平米这个不用怀疑但是同时大量的房子根本就不值钱，卖不掉，没人要，没人买，这个就是这个楼市低迷的一个特征鹤岗那房子3万一套，不是没人要吗？像这样的城市很多但是你看上海这种豪宅对吧，一天卖200亿，一套房子7000多万，还有人抢同样是1线城市你看这个广州它又不一样。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广州有楼盘单价1万1，卖出了县城价。广州好歹是1线城市广州还有1万1一平米的房子，这个你看都是1线城市这跟上海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实际上也不能这么说
说啊，因为上海它那个外环之外，对吧？远郊区它也有1-2万卖不掉的，对吧？一万多1平米的，它也卖不掉。北京啊，对吧？那个房山区那也有几千1万的1平米的，也不好卖。我们看看这个广州啊是什么个情况？根据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他说这些天广州增城新塘板块碧桂园云顶因单价1.1万元每平米起，吸引众多中介待客前来。有好多人说，那碧桂园的房子就是便宜吧？不是的啊，就是同样这个项目，高峰期成交单价超过4.1万元每平米，现在只有1.1万，那言下之意就是跌掉了3万了。碧桂园云顶项目价格回调极具代表性，叠加远郊、超级大盘等标签，此类楼盘的价格体系受到了更为明显的冲击。6月8日下午，美经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营销中心的沙盘和价格计算区域都挤满了人，门外也停满了车辆。据现场置业顾问透露，在售的是276号楼，售完后这个项目也将结束销售，目前价格基本已触底。清盘之后，我们团队将转而销售别的别墅项目。现场销售给美经记者计算了一套高层房源价格，建面103平米3房，一口价为119万元，折合单价1.16万元每平米，首付1.5成，约18.4万元。这个价格在广州啊一线城市啊新房这个价格显得还很亲民啊。事实上，碧桂园云顶项目已开发多年，周边生活配套相对成熟，各类生活超市、菜店、药店等底商齐备。不过，由于项目自成一体，距离最近的地铁新塘站约6公里，因此整体出行较为依赖私家车或其他交通工具。6月9日下午，广东中原地产项目总经理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像碧桂园云顶这样的大幅度降价的楼盘属于极端案例，并不能反映市场的普遍状况。但从大趋势看，市场调整之际，诸如增城、从化等远郊片区的楼盘价格调整确实更为猛烈。但是前几天咱们也介绍了啊，这广州那个珠江新城，对吧？珠江那个片区啊，不也是在降价吗？那房东降价把房子往出租啊，因为他卖不掉啊。一线城市啊，热销的还是那些豪宅，那些就是豪宅，它具备那个稀缺性啊，反正不缺人去炒。第一财经报道啊，3大一线城市已宣布收购存量商品房，上海近郊加入收购商品房行列。近日，上海市闵行区区属国企宣布以公开收购方式筹集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意味着上海在收购库存商品房方面开始发力。截至目前，4个一线城市中已有深圳、广州、上海3座城市先后宣布收购存量商品房。去年全年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已支持全国近万套存量商品房被收购，用作保障性住房。今年中央专项债、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加速落地。不久前，浙江、四川率先发行收购存量商品房的专项债，意味着地方收购存量商品房进程取得新突破，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有望得到进一步修复。这是第一财经报道啊。我觉得3大一线城市开始收购存量商品房，这个对炒房的来说不是好消息啊。有很多人以为这个政府一收购存量房，那好了，市场上房子少了，房子也涨价了吧，房价稳住了。这个想法呀，非常的想当然。政府把这房子收去了干什么呢？首先，他不是把这房子收去封起来，甚至拆掉，不是把那牛奶，对吧，倒到海里去，房子并没有变少啊。政府把房子收去之后，政府要做补贴给那低收入的人做保障性租赁住房，有的是要补贴，对吧？低于市场价卖给那些低收入的，你说对那些炒房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吧？有的人买了房以租养贷，结果他碰到的是政府大量的这个廉租房出来了。那政府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他总不可能说比市场价还贵吧？他肯定比市场价便宜，要不就叫保障性的。实际上这个他就对当地这个租金是一个压力。如果卖的话，对吧？不管他以什么形式卖给那些需要保障的人，那价格也不会高，对当地的房价也是个压力。那这个他利好谁呢？对吧？政府这个收保障房实际上他利好开发商，某些特定关系的开发商，他本身他也是国企，都属于地方政府的左口袋右口袋。地方政府拿这些政策工具，拿这些专项债，对吧？去把这些地方国企给它拯救出来。地方国企拯救出来之后，他们好再去政府那儿拿地把政府的
地再背过去，那政府地卖出去不就财政也有收入了吗？有收入的工资不就能发出来了吗？如果你要从这个财务上看，说白了就是把这一串数字从这儿挪到那儿去了，从左边挪到右边，右边挪到别的名头上去，来回挪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对吧？没动。中国房地产报报道一大批房地产不良资产等待买家，也就是房地产低迷这个房企暴雷以后大量的不良资产现在正在出售中房地产不良资产处置正在提速。6月9日，京东资产交易平台信息显示，恒大集团旗下12家附属公司的不良债权被集中摆上货架，债权总额113亿元，12笔不良资产持有人均为长城资产北京市分公司，涉及北京、广州、天津、成都、郑州、南昌等9个城市12个项目，抵押物为土地、在建工程和房产。长城资产大家都知道专门做不良资产的这个资管公司，4大对吧 AMC 机构之一这是恒大出险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债权挂牌转让。6月9日，另一则信息显示，福盛前滩乾隆广场总价14亿元的债权将被处置，持有人为长城资产上海市分公司。前滩乾隆广场曾在2023年11月和2024年1月进行了2次法拍，起拍价均为15亿元和12亿元，但最终全部流拍，因此长城资产将该项目债权挂牌处置。行业调整过程中，一些企业出现债务违约，大量涉房资产被执行法拍，但在此前市场不景气行情下，接盘方寥寥，因此市面上出现了大量以房产、土地作为核心抵押物的不良债权包。不良债权往出卖了，对吧？你愿意出多少钱买？一些曾欲打造地标级的建筑项目，因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在急于寻找买家。此外，受失业及收入减少等原因影响，个人按揭和经营贷领域也出现不少断供情况，涉房不良资产在供给端放量。银行把这些个人的断供的、弃贷的这些房子他打个包，也卖给这些资产管理公司，你们就处置。资产管理公司那就分门别类，该起诉的起诉，该拿去拍卖的拍卖，该追债的追债。此前因市场下行，不良资产交易受到影响，大量不良资产滞留在银行或资管公司手中。如今随着楼市回稳，不良资产投资机会和价值正在显现，因多数不良资产交易价格较低，只要市场给力，就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一位从事不良资产盘活的人士称，你这个就是开玩笑了我们就假设现在楼市好不容易稳住了勉强稳住了，然后就相当于市场上又供应了一批比市场价要便宜的房子，那你说后果是什么？就相当于有人做空又开始抛盘来了，也就是股市好不容易稳住了，对吧？好不容易稳在3000点，结果一批上市公司要减持，要集中减持，你这不是扯吗？长城资产一次性将价值113亿元的恒大系12家公司不良债权摆上货架，这12个项目资产质量良莠不齐，有的项目处于正常销售中，有的抵押资产为尚未完工的项目、用地及楼盘，还有的项资产是位于村镇的地皮。你说这有什么用？位于北京的不良债权，有一笔债务人为北京恒房新置业有限公司，总债权18.3亿元。该公司主要开发项目北京房山区的新裕丰，目前正在销售中。该笔债权以新裕丰项目用地及在建工程为抵押，有2笔债权项目位于天津，其中债务人之一是天津山水城投有限公司，24.77亿元债权，抵押物是武清区山水城项目1204套房产，包括现房152套，在建工程1052套，总面积超13万平方米，项目已停工，公司公章已被政府代管。一笔债务人为恒大地产集团10.92亿元债权，抵押物是位于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西的25套房产。一笔债务人为成都京津房产公司16.75亿债权，抵押物是成都新津县新平镇银仙村10组5宗用地，恒大君临阁小区13套住宅和941个车位，恒大翡翠华庭小区45套现房商铺，其中5宗用地
地变现能力值得关注。你看，还有抵押物种，还有贵阳市白云区燕商洪镇农村住宅地皮，这个农村的住宅地皮，它居然能拿来抵押，你这怎么卖呢？你看这么房子啊，有盖好的，还有的在建，现房都处在什么北京的房商啊，天津的武清，你这怎么卖呢？当地的房子现房都卖不掉，你这些再来卖，在建工程谁买呢？在建工程你还要花钱去把它盖起来，在建工程里面还有好多其他的债权。还有隐性负债啊，还有或有负债，所以这些不良资产处置非常难，而且这些资产都地处偏远、郊区什么的，地方政府无力顾及它不像那个什么市中心你市中心烂尾了，那是政府心头的一个疤、一个伤口，所以他有机会他就要把它救活，涉及到脸面你比如说天津那个最高的楼合肥那个什么518恒大中心，这都是地标建筑就这个地方政府想办法还要把它盘活，要不然烂尾在市中心就像那种脸上长个大疤或者受了伤，你不处理不行，那屁股上就算了，顾不上。总之这些不良资产公司把这些不良资产拿出来卖，实际上这说明了一个谁家里都不富裕，这资管公司他也要处置了，他不处置他的钱也没法兑付，他也需要市场有承接力，对吧？有人去买，但是现在呢，韭菜都是不动手，谁买谁去接呢？谁敢接？所以说楼市的下行远远没有结束。不要说不良资产了，你就是王老板，对吧？500多个万达广场想卖也不容易他那个500个万达广场，那都是经过这个精挑细选，对吧？选址那都是商业中心商业区。它不可能建在郊区人迹罕至的地方，对吧？万达广场每个城市的万达广场都是城市的一个中心，至少区域中心就这样的资产，它不也卖不掉吗？还得靠原来的债权人捏着鼻子在里面挑一挑，对吧？挑出多少个来打个包卖走，剩下的那更没人要。那你说正在经营中的万达都没人要，你说你那些烂尾楼谁敢要在建工程都停工的，所以这就说明这个你要说现在楼市房价稳住了，那远远谈不上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视频女子高位接盘房地产，如今忍痛割肉，痛哭流涕。大家看视频。过2天这个门一旦我走出去了，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进来了。昨天俺老公把人那个房子89万给卖了，那可是我们一分一分一点一点攒下来的钱。16年的时候房子就开始涨，天天的涨，夜夜的涨，年年涨，一直涨到21年，我们恐怕买不上了，自己攒了点钱，然后在双方父母的帮助下，终于买了这个家。这是我最喜欢的阳台，当时想能在这看看风景，喝喝茶，可是买了这个房之后，我一次都没有过。天天光想着怎么还这个房贷。我们底层人民想有一个家也太难了。我相信有很多的姐妹可能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因为对于我们女人来说，房子就是家。我们这个房子是从去年的4月份开始划的，从165万往下挂一路的房价一直在下跌，最后挂到这2天还挂到105万，终于有一个客户过来看了，然后中介说可能100万左右可以成交，然后我当时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我没有想到，昨天我老公回来跟我说是89万卖的，我没有想到和100万相差了，竟然相差了10几万，这套房子不算利息，我们亏了81万，如果加上利息的话，这套房我们竟然亏了100多万。
这个家承载了我们一家7口太多的欢声笑语了。当初这个空调我也是跑了好几家店，定期投资买回来的。还有这个冰箱都是一点一点搬进来的。根据这个拍视频的女子说啊，这个房子啊，她加上利息损失了100万呢。这100万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啊，那得挣多少年呢？它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它就是典型的咱们说的高位接盘。那恒大都已经爆雷了，他们浑然不知啊，还跑去买房子。买房子不要紧啊，如果你单消费其实没关系，再高对吧，你也能扛得住。那因为你有钱呢，有钱人买在最高点不要紧的，他没有杠杆，你爱怎么跌怎么跌。这个人呢，他加了杠杆，7大姑8大姨借钱。你看他自己说的啊，亲戚借钱，那付了首付啊，完了之后自己还按揭，现在按揭就像一个大山一样的压在他们家，还不动了，只能把它卖掉。这一卖啊，问题就出来了啊，净亏100多万。实际上他这个抗风险能力非常弱啊，想有一个家的执念啊，这个能理解，但是还得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对吧？抗风险能力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现在想买房，你是被迫啊，必须要买房，那你要看看你的抗风险能力，对吧？你把买房子当做消费，你有这个能力，对吧？你一次付清，或者即便不能一次付清，但是你未来3-5年，你说我不可能会失业，会没有收入，我未来3-5年就能把它还清，那可以，对吧？对你来说，那房价就是跌也不在乎。但是这个高位接盘的女子，对吧？她7大姑8大姨的钱还要还呢，房子没了，后面还要还，而且她这个啊，房子89万卖掉，是不是银行利息、银行的钱能还上都不知道呢？所以说对韭菜来说啊，这个真的是选择一招选错，这个半生白忙。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